望與世急也亂，只覺風寒滿肚鬱結怒罵着厭倦，徐徐呼出厭怨，回望以往的片段，幾許風雨我也經過，屹立到目前。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態每種風雨，披身打我面。身處高峰上盡與斯輕風的加冕，偶爾碰上了急風暴忽未凌亂，心底之中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線，披荊斬棘的挑戰，光輝不眷戀，無求一生光輝，遺忘鬥志不會斷，見慣風雨，見慣改變，盡是作自然。歡迎嚟到第3期嘅記錄儀節目。呢個節目係記錄我哋巴士迷啲無聊時刻噶啦。咁而家呢，就係晚黑嘅10點44分。咁到咗呢個鐘點呢，肯定好多巴士都收工噶啦。咁佢做乜嘢呢？冇錯，我今日就去坐夜班車。坐咩夜班車呢？就係一條喺廣州唔起眼，但係比較神奇嘅線路。夜45路係一條從大堂總站開往金沙洲城西花園總站嘅線路，都係由新水巴士經營嘅。大堂總站開晚黑嘅10點，金沙洲方向開往大堂方向呢，就係10點半。咁呢條線嘅走向呢，基本上就係由70%嘅226，再加上30%嘅276路組成嘅。呢70%嘅226呢，就係從大堂總站開出到赤崗路接新港路，行寶崗大道，再去洪德路、梅園西，再上人民橋，接到康王南、康王北，再到東風西呢一段為止，都可以話係70%嘅226。咁30%嘅276就係過咗東風西呢一段，行富力半島、西村、西場呢啲地方，上金沙洲大橋，再到金沙洲嘅城西花園總站，呢30%就可以話係276路啦。咁理所當然啦，行呢條夜班車線路嘅配車，咁分別喺226同埋276呢度分出嚟嘅。喺大堂總站開往金沙洲方向，係會用226啲收工車嚟兼職柯打。喺萬科4季城開往大堂總站嘅夜45路呢，咁理所當然啦，就係由276路進行柯打嘅。咁知道呢個背景之後啦，再講下喺2014年同埋2015年226路分別上咗2批亞星嘅雙層巴士。咁啱啱我都講啦，夜45路係從226路入邊嘅收工車作為柯打線噶嘛。咁226路換咗呢2批雙層巴之後，好理所當然佢哋收工，佢哋會行咗夜45路，咁就導致咗夜45路成為廣州唯一嘅用雙層巴行走嘅夜班車線路。呢個就好有特色啦，係咪先？於是我今日呢，就去體驗呢條全廣州唯一配備雙層巴行走嘅夜班車線路，佢嘅體驗到底係點樣？我哋而家呢，就準備到大堂總站啦，我哋去到再睇下遇唔遇到唯一行走嘅雙層巴夜班線路。見唔見到啊？大堂堅真花園總站夜45路，我而家就等緊一部行走夜45路嘅雙層巴士，等咗半日，終於嚟咗部單層嘅纜車，編號係004，係276喺城西花園開過嚟嘅收工車。我唔理，我話知佢嚟講下6100啊！總之今日冇雙層巴，我係唔會上呢條夜45路嘅。而家係中午嘅11點半，接近12點嘅一個時間。我從尋晚11點就已經喺呢度等緊行夜45路嘅雙層巴士，但係我等到嘅結果呢，唔係單層巴行夜45，就係雙層巴行226。雖然已經到咗日頭，但係我唔信，只要有恒心，一定會出現一台行雙層巴嘅夜45路嘅。我誓死都估唔到，我等一台夜班車，居然可以從晚黑等到日頭。不過就好似童話故事咁，只要有決心，奇蹟真係會實現到嘅。
度啊，實在太過分啦！我從尋晚嘅11點半開始等到而家嘅1點半，足足等咗1夜1日半嘅時間，終於等嚟咗呢台 CALXX0263嘅亞星 JS6111SH EVC 嘅插電混合動力雙層巴士，行走今日嘅夜45路。我等咗咁耐，我而家好啦，我唔理點多，我一定要上車體驗下雙層巴行夜班車係咩感覺。雖然而家係日頭啊，開頭同大家講咗個玩笑，好似你哋見到嘅，今次又係一個屬於巴士迷嘅集體乘車。今日嘅主角係一台2016年由新瑞巴士購入嘅第二批亞星雙層巴，型號為 JS6111SH EVC， 目前車齡已經到咗6年。對比上一代純 LNG 動力嘅 JS6111SH CP， 佢採用更加先進嘅 LNG 氣電混合動力，而佢目前服役嘅線路就係226。就好似我啱啱咁講，啱上線226嘅時候，呢批亞星雙層巴士夜晚係會兼職行埋夜45路，所以喺當時嘅夜班車線路成為咗一股清流嘅存在。當然喺呢批雙層巴士隨住車齡提高、車況老化同埋金沙洲嗰種對雙層巴士唔友好嘅路況，目前已經退出夜45路嘅運營。喺晚黑結束226路嘅運營後，就會乖乖咁返到車場瞓覺。所以今次嘅集體乘車意義都係唔細嘅。其實要講行駛質感，冇。第一個係因為車齡嘅老化，所以變得好符合我個人嘅口味。第二係因為今次集體乘車嘅人數比較多，車長為咗安全起見，全程速度保持喺30公里嘅區間段，並且喺新港路沿線一直排喺紅燈嘅 No.1。不過好在嘅係線路唔長，好快就到咗金沙洲總站。隨住一陣陣快門聲同廣東話親切咁問候令壽堂嘅結束語後，呢趟線路仲未結束，因為今次嘅集體乘車仲預留咗一位神秘車輛。見到我背景啊，就係呢部原色嘅港汽比亞迪 K9F 喺2016年上線嘅，最近佢嘅熱度都係比較高嘅，所以今日就係呢一個驚喜嘅車型。接落嚟我而家我去影相，我影完相之後，我會再同大家講今日嘅總結同埋今日嘅體驗到底係乜嘢。對於一個喺廣州長大嘅兼職巴士迷嚟講，最早接受巴士嘅文化都係從香港嗰邊傳過嚟嘅，所以我個人對於雙層巴士係有無法抗拒嘅力量。而今次嘅集體乘車，除咗體驗廣州為數唔多嘅混合動力雙層巴士外，仲體驗咗一趟日間特別班次嘅夜45路。所以今次嘅過程中，除咗乘車嘅體驗同埋線路嘅樂趣外，最重要嘅係收穫咗一張好特別嘅照片，同埋認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車迷。呢個對於我哋呢種中意巴士嘅邊緣文化愛好者嚟講，就係最大嘅快樂啦。所以喺呢度，除咗感謝益哥巴士公眾號嘅租車外，仲要感謝廣州新瑞巴士提供嘅車輛同埋拍攝嘅場地。希望下次仲可以參加到呢種咁有意義嘅集體乘車啦。